针对这个轻症或者是无症状的确诊者，只要隔离7天，唔免过来待，就会当直接来解除隔离。有民众来反映，讲满7天解除隔离了后，快筛也是阳性，但是嘛是互要求爱登去上班，认为安尼真无合理。劳动部有解释，讲目前并无规定讲解除隔离了后爱过来做快筛。劳工若是未放心，会当请病假。也则是甲头家参详，伫厝内办公。指挥中心的发言人罗一军嘛来强调，讲感染病毒7天后已经无传染力了，只要做好基本的防疫措施，也是会当正常上班。好紧张。确诊后满7天，上班族就会使转去上班。抑过有人伫第7天快筛依然是阳性，认讲不应该转去上班，骂头家讲管理有问题。只有这样管理期间，是可以回去正常上班的民众，其实也不用特别担心说7天后还会有这个传染力。指挥中心为5月7日起，确诊者适用7+7的新制度，只要轻症也是无症头的确诊者，离 PCR 采检日满7天就无需要采检，也是快筛，就会使解除隔离。公益专家陈秀熙嘛认为讲，确诊满7天都袂讲话啊。其实经过5天之后，他们大部分的快筛出来都是阴性，而这种零星的个案已经不再是所谓的过去我们讲的阴转阳，然后它会传播给别人的这种 Delta 跟 Alpha 的观念。甲病毒共存，隔离措施嘛变较灵，抑过这个新劳甲头家之间的关系变较紧张。很多人可能担心老板不知情的一个情况下呢，干脆身体有状况。就不做这个筛检，或者其实筛检真的是阳性也不告知雇主，照常倒班。大家还是要有一点这种所谓的这个道德良知啦。劳动部强调讲，虽然确诊后7天就使转去上班，不过民众若是有顾虑，会使请病假还是事假。若无就甲头家参详，居家上班，互相体谅，才会当避免落入双方的冲突。我是吴依璇，想要跟我一起看新闻吗？现在就打开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下订阅，还要开启小铃铛哦。